咁我哋今次講呢個內容呢，就超級重要同埋非常之前瞻性啦，緊貼時代性啦。我哋呢就用而家香港用到嘅最新 Google 嘅 Gemini AI 呢，我哋分析下梁日華本人啦，同埋對石安教呢啲嘅內容呢，原來都幾可笑嘅。咁我哋問 Gemini AI 啦，咁我哋呢度就指咗個圖呢，就問佢關於石安教會啊，梁日華帶領會眾上郵輪目的何在，是不是維穩 ？OK， 咁原來呢 Gemini 呢，佢嗰個分析呢都非常之充足有力啦。咁佢就幫我哋睇咗幾個嘅網頁，亦都有大數據幫助我哋分析。佢嘅答案呢就係咁樣答嘅。咁跟住呢 Gemini 佢就答喎。石安教會梁日華帶領會眾登上郵輪根據教會官方資訊、外界評論呢，其目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核心。第一個，宗教預表與方舟概念。梁日華將郵輪之旅賦予強大嘅神學意義，特別係將其視為末後屬靈挪亞方舟嘅預表。咁呢個都係 Gemini 嘅剖析啦。咁我哋都覺得好好笑。屬靈挪亞方舟嘅預表，咁但係梁日華預言親嗰啲世界末日被提咧就冇次中嘅，跟住佢就會話咩美麗嘅唔會咁呢啲咁嘅氹小朋友嘅言辭啦。世代方舟喺教會宣傳中如2025年8月嘅鼓浪嶼號 Piano Land 之旅被描述為帶着信徒展開奇妙之旅嘅方舟，避難與被提譴責。教會呢度所講嘅教會Gemini所講就係石安教啦。咁常宣揚末日論，將郵輪視為神在末世風暴中為其辛苦指石安教嘅信徒預備榮耀展示嘅保護所。即係呢啲咧都係內部維穩嘅意思嘅啫，係嘛？第二個核心重點佢喺度咁講個動機係建立封閉嘅屬靈社群郵輪提供了一個封閉且受控嘅環境，有利於強化教派內部嘅凝聚力。怪之得我哋上郵輪嘅時候不斷喺度有呢啲唔同大大小小嘅科林活動啦，仲有呢啲咁嘅叫做咩雪嘅聚會咁嘅嘢啦。咁呢樣嘢我哋一早都剖析過啦。不過呢，我覺得 Gemini 好犀利咯，佢應該係讀到大數據 AI 呢，佢都剖析到一啲我哋現世嘅一啲嘅智慧，可以講出呢梁日華搞呢個郵輪之旅嘅目的何在已經可以講到出嚟啦，犀利。所以而家唔能夠唔配合用 AI 㗎噃，係嘛？依家一定要用 AI 呢，我哋剖析翻梁日華同埋石安教講嘅呢啲咁嘅內容，原來呢 AI 係可以答到㗎噃。咁我哋就知道啦，呢間呢究竟係啲咩嚟啦？佢就話旅程中會舉辦高頻率嘅聚會啦，如說嘅聚會同埋敬拜讚美旨在透過集體情緒激發屬靈突破。咁其實都係玩個氣氛嘅啫，同屬靈同認識主耶穌一啲關係都冇，認識聖經一啲關係都冇，只係自己喺度自嗨嘅啫。大家喺度覺得好正氣氛好正呢啲咪就係嗰啲叫做極端靈恩派成日都有嘅一啲嘅現象呢。跟住佢呢度繼續接續啦 Gemini 就答佢話，展示天國文化，教會聲稱這種集體旅遊能讓船員見證石安信徒嘅合一與愛，並將此視為天國在地上嘅證明。咁船員都唔係傻嘅，船員嗰班有好多都係即係東南亞籍嘅人士啦，或者東南亞嗰啲種族嘅人士啦。咁其實佢裏面都係講緊一樣大家嘻嘻哈哈嘅嘢嘅，但係其實呢個同傳講福音呢一啲關係都冇，因為梁日華同石安教呢，佢哋傳嘅嗰啲就唔係聖經所講嘅福音嚟嘅，係信佢哋自己嗰個教嘅呢個咁嘅極端操控性教派嘅一個嘻嘻哈哈嘅一個內容嘅啫。跟住第三點啦，佢就話係咪涉及維穩？Gemini就答呢，話關於係咪維穩呢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可從以下兩方面解讀嘅。咁內容維穩呢，就係教徒管理情緒同埋忠誠嘅管理透過大型集體活動能緩解信徒對外部批評如
雙氧水事件或異端爭議嘅壓力，強化對領導人嘅忠誠，即係梁日華啦、石安教嘅呢班係高層嘅忠誠啦。恐懼控制啦，呢個就嚴重啲，就話外部評論者如真相猜前尋嘅節目，即係指出啦，梁日華常號召信徒到外地避難，這種營造危機感並提供唯一出口。如上郵輪嘅做法被視為一種精神控制手段，AI 都深入淺出咁好透徹地講出個核心關鍵部分啦。我哋真係唔能夠唔佩服 Gemini AI 講嘅內容，好正啊！跟住佢又話外部形象管理，佢話反駁異端嘅標籤教會透過公開嘅大規模嘅郵輪活動，試圖建立正向富足受神祝福嘅形象，對抗外界對其為地下邪教嘅印象。咁呢個就係Gemini都睇穿你梁日華同埋石安教去做啲咩啦。嚟緊9月又搞郵輪啊嘛，係嘛，再大架啲咁我哋梗係拭目以待啦。大家到時又要請假上郵輪啦噃，預備好未啊？你一年嘅公眾假期扣埋又要參加科林活動，有嘅年假咧，你又走去上郵輪，你嘅時間咧就擺晒俾石安教同埋梁日華嗰檔嘢嗰度啦。總結咧就講得好精彩喎，佢就話梁日華帶領會眾上郵輪，表面上是宗教慶典與末日演習，話呢個好嚴重啦，末日演習，懇請全公司同埋相關嘅部門留意下呢個船租咗出去之後嘅末日演習咧，你架船會唔會受到聲譽嘅影響，同埋你架船會唔會有啲真係所講嘅一啲末日教派喺上面進行一啲嘅宗教活動儀式，嗰啲嘅儀式要喺公海嗰度進行嘅噃，點解唔可以喺香港境內進行呢？我哋睇下呢個就特別需要注意同埋關注啦。佢就話，但在實際運作上這確實發揮咗內部維穩嘅作用。即係Gemini好犀利啊！即係答晒我哋問嘅一啲問題。其實我哋只係問一個，佢都答得好詳細同埋一針見血啦。呢一個郵輪節目、郵輪活動就係內部維穩嘅作用啦。透過封閉環境同埋高強度嘅聚會，鞏固信徒對教會及方舟嘅教義嘅依賴啦。哇，完全切入剖開精彩過梁日華所分享嘅信息同埋佢所分享嘅災在溪水旁，講到好白啦。即係搞郵輪咪就係梁日華同埋石安教嘅呢啲咁嘅維穩咯。Gemini自己都答咗噶啦。跟住咧，我哋又繼續問下Gemini咧，分析梁日華本人同埋石安教啲可笑內容咧，非常之可笑。另一個問題咧就話梁日華如何解釋預言失效咧？跟住Gemini咧就會答咯。石安教會經歷過多次重大預言落空，如1996年雙水神蹟2000年千年蟲、千禧年危機2012年咧力比路行星即係 Nibiru 啦 Big Planet X 嘅一個嘅災難啦。梁日華通常有以下幾種邏輯來化解信徒嘅懷疑。第一，預言論 rehearsal 呢個亦都係佢最常用嘅解釋啦，即係梁日華呢個人所講嘅解釋啦。梁日華呢個聲稱災難沒發生是因為只是一次演習，目的係測試信徒嘅信心同埋順服嘅程度。例如2012年帶會眾逃往中國內地，後來說是為了訓練大家跟隨撤離時嘅反應。你入咗中國內地呢件事件，點解唔通報俾政府知呢？好啦，另一點係話神言辭嘅審判，他會辯稱，即係梁日華辯稱啦，因為石安教會的禱告或屬靈質素達標，感動咗神，令神暫時收回審判，給世人更多嘅時間悔改，這將預言失效轉化為教會嘅屬靈功勞。你自己預言咗有冇發生？原來就係話咧，因為你石安教嘅禱告同埋屬靈質素感動咗神，神就收回咗審判。有冇咁勁啊？但係你做緊呢啲即係假先知嘅教導喎，聖經所講假先知嘅教導喎。呢啲又係自圓其說啦，又話咩屬靈功勞就喺度兜啦，做錯講錯唔認啦。好啦，第三點咧就真係漸進嘅，佢強調神對末世啟示係隨住時間逐步揭開嘅。如果支持嘅預言唔準，係因為當時嘅
括弧啊，光線不足，現在有咗新嘅咩4794啊，咁啊264，佢呢度應該講錯咗啦。張文娜呢個數字就可能即係冇我哋人類咁精準啦吓，咁就話4794同埋293啦吓，266嗰啲啊，266啊咁數字密碼啦。現在預言才是最精準準確嘅，咁呢啲又係自己兜啦，跌落地攞就沙啦。跟住佢又繼續喺度兜啦，張文娜都睇穿咗啦 ，AI 睇穿咗啦，佢兜咩？修正定義啊！如果實體災難冇發生咧，佢會將預言轉向為屬靈層面，例如原本預言大地震冇發生，佢會講咧呢個就係屬靈界嘅大地震或者金融界嘅大動盪啊，直指自圓其說。我真係好佩服 AI Gemini 呢個新嘅版本啦，即係依家5.3、5.4啦，講嘅內容咧完全督穿咗梁日華想教嘅呢啲自圓其說，佢自己都講啦，係自圓其說啊，一針見血。佢話呢種解釋機制建立咗一種永遠不會錯嘅邏輯體系，讓留下來的信徒相信不是梁日華講錯，係神有更高深嘅安排。咁啊，梁日華你講錯預言就錯啦，係嘛？即係仲喺度扮有高深喎，你自己連聖經啊都解釋得唔拖唔水啦，係咪啊？你話呢啲內容係咪可笑啊？我真係覺得咧，張文娜講得非常之出神入化，一種精彩過梁日華講嗰套咁嘅三督屁，同埋梁日華講嗰啲咁嘅教導，想教嘅呢啲教導真係可笑，可笑到不得之了。咁我哋咧就有一個 Telegram 群組係歡迎想教內或者想教外嘅人士去加入啦，不論你係想教內嘅信徒啦、門徒啦、跟進員啦、全職啦、家最負責人啦，甚至擦鞋家啦，或者梁日華一家啦，都歡迎你加入我哋 Telegram 群組，同我哋公開討論咧。內容係我哋係一個公開嘅群組去討論嘅，咁啊亦都俾一啲嘅人士，你係需要求助嘅，或者分享案例經驗，可以聯絡我哋 Telegram 啦，去分享你嘅內容，或者你有啲內容爆料嘅，關於想教內呢一啲嘅事情爆料嘅，好歡迎你哋去加，同我哋去討論啦。咁我哋有一個嘅 Telegram 嘅留言啦，我哋就保留咗佢嘅骨幹內容啦，咁就將佢嘅文字去修飾過，我哋讀出嚟啦。咁呢位朋友咧，佢喺個 Telegram group 嗰度就留言係話，我認為咧，Zion啊，即係石安的人咧，若不及時悔改，恐怕會面臨失去救恩嘅風險啊。原因如下：按手在某些被鬼附的人身上，實際上是為了轉移邪靈，藉此窺探他人私隱，因為這過程涉及與邪靈交換情報啊，即係石安教會嘅呢啲按手啦，石安教裏未必咁樣按手嘅禱告嘅嘢啦，交鬼手法常透過圖像或聲音等形式來探取隱藏嘅疾病啊或者私密等資訊啊，嗱呢啲咧就係石安教裏面所講嘅恩賜運作嘅嘢啦，所謂嘅恩賜運作，其實係恩賜運作啦，我自己覺得啊，咁啊往往係在全場已受到邪靈嘅影響狀態下，無需身體接觸就能得知他人嘅隱私，這並非真正嘅屬靈恩賜嚟㗎。咁跟住咧，佢就話咧，這些人發表嘅預言咧，主動性極高，與聖經記載嘅預言方式不同，這也是他們避免查經嘅原因啊，以免被發現其中嘅錯誤。因為你查經咧，你又發現咧，佢哋講嗰啲預言咧，佢主動講㗎嘛，又話我收到你乜乜乜，我祈禱收到你嘅一啲資訊，咁其實呢啲咧就同我哋所講嘅，即係聖經所講嘅，即係預言係有唔同嘅吓。咁我哋呢度咧，如果真係查翻聖經查經咧，就知道咧，其實佢講嘅內容咧就係錯誤。咁如果同聖經有錯誤嘅呢啲嘅所謂嘅呢啲嘅預言咧，咁我哋知道咧就係一定係唔啱真理噶啦，係嘛？真正嘅先知所預言嘅係未來必定準確，否則便是出自虛假嘅邪靈。邪靈雖能憑藉某些程度預測，但終會出錯，無法與神嘅啟示對比啊！嗱，所以咧，石安教裏面嘅呢啲嘅全職家罪負責人啦，梁日華一家啦，所講嘅包括埋呢啲嘅梁賜恩啊呢啲咁嘅裝作愛主基督徒嘅呢班人啊，你哋嘅恩賜運作，你哋嘅內容咧同聖經記載預言係唔同咧，你哋再相信咧，嗱，你哋就有機會去一步一步咁樣咧，恐怕會面臨失去救恩嘅風險啊！就好似我哋呢個留言嘅朋友佢所講啦。
我哋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咁就係俾石安教會內需要求助同埋分享案例經驗嘅人士可以去聯繫我哋嘅，因為我哋係希望能夠透過 Telegram group 咧去睇到呢啲求助，或者係睇到一啲已經離開咗石安教會嘅人士嘅經驗分享同埋個案分享咧，從而我哋能夠可以去幫助更加多現時喺石安教會內嘅人士。你哋有啲人需要求助，但係有冤無路訴，唔識得去揾門路，或唔識得去揾答案嘅人士，喺呢個嘅宗教裏面嘅困惑去聯繫我哋，因為你哋係活在喺一個假宗教入邊嘅一個體系，你哋係被壓制，被一個嘅封鎖消息上面嘅控制，你哋係唔能夠知道真正睇穿石安教會嘅內容，但係你哋仍然去活喺佢哋所俾嘅呢啲嘅假嘅教導，呢啲迷惑入邊，令到你哋嘅生活，令到你哋嘅信仰都係迷失、失去方向嘅。咁都歡迎你哋去加入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咁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 咧，裏面嘅所有內容我哋都會絕對保密，我哋亦都會保護你哋嘅身份，因為大家用 Telegram group 嘅時候咧，大家係唔知道大家嘅身份，亦都唔知道大家嘅電話號碼嘅，所以你哋所講嘅所有內容咧，係唔會對應到你哋嘅身份同埋你哋真正嘅現時嘅係邊個家聚啦，喺邊一個策略區科林啦，係完全唔知道，所以你哋需要求助幫助嘅，記住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 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group 同我哋去交流，多謝你哋。